嗨，大家好，我是谭明书，今天是2025年3月15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李嘉诚卖港口这件事。前不久，李嘉诚把分布在23个国家的43个港口这个整个的资产打包卖给了美国的贝莱德财团，这个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在当前这个背景之下，特朗普又是要格陵兰岛，又是要巴拿马运河，又是号称要求在马六甲海峡要拦截伊朗的那些油轮，伊朗的油轮那油是运到哪儿，大家都有数。所以说，在这种背景之下，李嘉诚把他43个港口卖掉，这个似乎就不那么简单，不像是一个普通的商业交易。然后香港的大公报他刊登了一篇文章，评论李嘉诚卖港口这个事。他的文章是这么说的啊，他说标题叫莫天真勿糊涂，意思就是李嘉诚卖港口这个事情太天真了，不能那么糊涂。这文章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美战略博弈日趋激烈，正可谓风高浪急。美国将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竭力遏制打压中国发展。他说，最近有一个动向引起各方强烈反响，香港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日前公告称，与美国贝莱德牵头的财团达成原则性协议，拟向该财团出售旗下和记港口集团80%的资产，转让其持有和运营的分布于23个国家43个港口以及配套物流网络。这当中就包括巴拿马运河两端的巴尔博亚和克里斯托瓦尔港口，巴拿马运河2个港口也卖了。文章说，有人说这个交易是普通的商业行为，果真如此吗？大家都能看到的是，特朗普今年1月刚就职便指中国在控制巴拿马运河，高调宣称美国要收回来，必要时不惜动用军队。紧接着，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首次外访，即直奔巴拿马进行施压。之后，赶在特朗普第一次做国会演讲前夕，上述消息被释放出来。这一切难道只是时间上的巧合？这到底是什么性质的交易？文章说，交易非普通商业行为。事实上，一些美英媒体已披露其中不少内幕。有媒体报道指，贝莱德 CEO 芬克与特朗普私交甚好，在收购洽谈期间曾到白宫向特朗普汇报有关情况。无怪乎特朗普在国会发表演讲时得意洋洋，宣布做成了这个大雕，自吹没有把巴拿马给中国。很显然，特朗普和美国方面一点都没有把这个交易视为普通的商业行为，毫不掩饰，肆无忌惮的直接插手操纵，完全将其作为推行全球霸权的手段。许多网友指出，巴拿马运河是全球航运的咽喉要道，全球6%的海运贸易经此通行，中国商船货运量占比达21%，是中国与拉美、加勒比地区贸易的核心要道。巴拿马运河被美国化、政治化后，美国一定会将之用于政治目的，推行自己的政治议程。说中国在此的航运贸易势必受制于美。说美国一旦实施诸如选择性限流、加征政治附加费等手段，中国企业的物流成本与供应链稳定将面临很大风险。说还有网友指出通过这个交易，贝莱德将控制全球约10.4%的集装箱码头吞吐量，跻身全球3大港口运营商，其完全可能配合美国对华打压政策，提高中国货运停靠或成本，挤压中国航运企业份额。同时，这个交易也使中国企业多年经营的港口网络出现重大缺口，进而使海外发展利益被美国蚕食。更有网友指出，美国或将以这个交易为范本，通过政治施压，在全球范围掀起港口并购，控制世界更多关键港口，并用长臂管辖实施打压手段，让中国船舶无处可靠。文章说，这绝非危言耸听。根据美国政府一项行政命令草案，其已计划向中国有关船只收取特别停靠费用，并将敦促盟友也采取类似措施，否则将遭到报复。如果美国种种算计得逞，必然会对中国的造船、航运
外贸乃至共建“一带一路”造成冲击，也势必将直接影响香港巩固提升国际航运贸易中心地位，并威胁破坏全球正常的航运贸易秩序和安全。可见，说这个交易是美国运用国家力量，通过胁迫、施压、利诱等卑鄙手段侵吞他国正当权益的霸权行径，是包装成商业行为的强权政治。美国政客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司马昭之心，天下谁人不知？据一些美英媒体报道，美国智库战略如国际研究中心学者就认为，这个交易是美国在与中国全球竞争中取得的重大胜利。说那些反华政客更将其视为夺回战略枢纽的关键一步。这个文章说，大势大义大节前，应当三思。正因为如此，说网友普遍对这个交易和长江和记公司提出强烈质疑和批评，认为这是没有腰骨的跪低，也就是说跪下了，是唯利是图、见利忘义、漠视国家利益、民族大义、背叛和出卖全体中国人。网友的这些情绪表达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面对如此大势大义大节，有关企业当三思，应好好想想有关问题的性质和要害是什么，好好想想自己要站在什么立场，站在哪一边。这个是香港大公报的一篇文章，它就这么长，评论李嘉诚卖这43个港口，他把跟美国和中国之间这种竞争关联上了。文章的意思就是你这个李嘉诚到底站在哪边，民族大义还顾不顾，国家利益还要不要，是不是出卖了全体中国人。实际上作为一个媒体，他发出这样的反思，这样的疑问追问也没什么，对吧？这个大公报的立场大家也清楚了，也就是他反对李嘉诚卖这43个港口，尤其是卖给贝莱德，美国人管理的。贝莱德的 CEO 跟特朗普关系还非常好，这就相当于李嘉诚在资敌。我想这个媒体有什么立场观点这也不要紧，所以说这媒体发出这样的疑问也没什么特别之处。你可以说他上纲上线，你也可以说他说的不对。资本业是以盈利为目的，哪儿赚钱就去哪儿，能赚钱他就赚，这是市场决定。不要把企业跟政治挂钩，不要把企业跟什么成为一个什么打压的工具。这好比马斯克因为他个人参政，对美国国内他搞这个变法，对欧洲，对国际政治，对乌克兰战争他这个施加影响力，导致特斯拉暴跌有很多美国的机构说特斯拉还要再跌一半。也就是说你企业最好远离政治，这些观点我觉得都是可以的，没什么问题。但是大公报的这篇文章被有关部门转发了，这个性质就似乎有了变化。大家也知道，如果你一个媒体，尤其是香港的媒体，在说啥说什么都有正常，但是如果是你官方你转发他的文章，那就某种意义上就带有官方的立场，这个官方的立场就相当于强化了大公报的这个观点。虽然他什么都没说，只是转发，那就相当于给大公报的这种观点加持，就不太好了。为什么呢？就我刚才说的，你要求一个企业要冲在最前面，这个说中美竞争，你让一个企业在前面领军，尤其是个民营企业。刚才说企业它是以盈利为目的，到时候它爆雷的时候你救不救它？它是个民营企业，恒大爆雷你就让它爆，万科爆雷国资委去救，那你说和记黄埔对吧，和长江实业它有一天要爆雷，谁去救它？是不是自负盈亏？民营资本是市场决定，这笔交易赚钱还是不赚钱，该卖还是该买，不应该施加市场以外的因素，对吧？市场以外的因素那只是一个说头，最终是它要盈利，它要赚钱，这笔交易合适不合适？你让一个民营企业跟一个国家去对抗，所以大公报某种程度上它是高级黑，它表面是在说李嘉诚的某些企业你不能这样，什么国家利益不顾，他在文章里面说的很清楚，是美国特朗普国务卿卢比奥这些是以国家的力量在施压。那这个大公报言下之意就是大家心里也清楚，所以他把矛头一指向这个李嘉诚，某种程度上他暗藏的这个意思已经呼之欲出，甚至某种程度上大公报是不是在替李嘉诚打抱不平？李嘉诚为什么把这个港口卖掉？是因为他孤立无援，没有得到强有力的支持，他被迫把港口卖掉。当然是不是有这个意思？至于说李嘉诚到底是什么原因卖的，咱们一会儿再说。总之大公报的意思，那边是美国政府施压，所以说这个官媒一转发反而味道变了。关于李嘉诚卖港口这个，财新网也有一篇报道，财新网是前天发了一篇文章，叫李嘉诚卖掉中国之外的港口是不是一笔好买卖？你看他就纯粹从商业角度来聊，李嘉诚把43个港口卖掉了，这43个港口全部是在海外，那
李嘉诚这么做，从生意角度是不是一笔好买卖呢？这个文章就财经网呢完全从正向来说这个事，他的意思就是李嘉诚很聪明，把海外资产都抛掉，然后拿着钱回到国内，回到香港。你看看，同样一个李嘉诚卖港口，一个是牵出了民族大义、国家利益，这边财经网的文章说他就是国家利益，买中国资产。他这么说的：港股在3月第一周站稳24000点，除了两会的刺激政策，美股走软，资金涌入港股之外，还有一个新的催化剂就是李嘉诚家族控制的长江和记实业宣布将除了中国内地和香港之外，包括巴拿马在内23个国家43个港口卖给贝莱德牵头的财团。说消息公布后，长和股价2天就涨了33%，那就是说资本市场是非常看好这笔交易的，卖得好，所以长和的股价居然涨了33%呢。财经网说这笔交易有3大亮点。首先，长和的港口业务卖了一个非常好的价钱，交易价格142亿美元，相当于市净率是就11倍到13倍，远远高于国际港口同业平均9到10倍的估值。也就是说，李嘉诚卖这个港口卖了个好价钱。说值得一提的是，巴拿马港口业务对长和集团贡献不足1%。就是巴拿马的运河虽然非常重要，但是业务量只有这长和那个港口业务的1%，就是对它的利润盈利1%贡献。在港口业务板块中，它的吞吐量、货运量只占4%不到，也就是巴拿马运河那2个港口对李嘉诚来说是个鸡肋，不赚钱吗？量还小。说此外，长和保留的中国香港、深圳港口年收益率稳定在9%以上，而被出售的海外港口资产整体回报率已跌破5%，也就是这43个港口都不怎么赚钱了，现在盈利能力在下降。那你说人家卖这个不太正常了吗？其次，他说交易完成后，连同收回的股东贷款，说长和将收到190亿美元的现金，这比之前长和的市值还高出1.5亿美元，就长和的市值还不到190亿美金，就长和的现金，就这笔交易拿回来现金就190亿美元。换种说法，如果谁有钱，你把长和这个股权给他收购了，他股权他的市值还不到190亿美金，你把它全买了，他账上还190亿美金都是你的，所以他股价为什么涨？不仅拥有了长和的整个的控制权，你还有190亿美金在他账上，这都是你的。贝莱德应该买长和的股份，他不应该买那港口，把长和股份一买就完了，150多亿美金，整个把他股份买了算了。那你所有的港口什么资产，长和的所有的其他资产都是贝莱德的。财经网说作为大型跨国综合企业，长和实业拥有大量基建、零售、电讯等资产及业务，港口仅占总收入的9%，而这次交易保留了香港和内地约10个重要港口。他说换句话说长江实业其他收入占90%的业务，市场估值等于是个0，或者换个角度说，即使过去市场认为其他业务有价值，也严重低估了港口业务的价值。第三，说长和股价历史高点是在2015年创造的，之前已经连续跌了10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外资认为中国资产不具备投资价值，中资的信心也受到冲击，这就导致港股中一些拥有优质资产的公司被严重错杀，而现在大家开始重新挖掘这类公司。那也就是说，长和卖这43个港口都在海外，不是中国资产。财经网也说，他说不过这笔交易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在他们看来，李嘉诚做什么都是错的，放弃巴拿马运河等于放弃国家利益，将来中国与南美洲的贸易往来要被美国卡脖子。财经网说这种目光非常短浅，是吧？你把地图打开看一看，你去找一个港口，秘鲁的前凯港，但是这是中国和秘鲁两国共建一带一路关键项目，2024年底开港，对吧？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的港口，说前凯港是深水港，能停靠巨型货轮，吞吐量大，是中国物流在南美的桥头堡，为南美国家提供一条直达中国的航线。过去没有前凯港的时候，南美的国家比如巴西要想与中国进行海运贸易，必须先经大西洋航道，穿过巴拿马运河，绕到麦哲伦海峡，进入印度洋，再把货物运往中国。巴拿马运河单次收费数十万美元，而且非常拥堵，运输慢。麦哲伦海峡线路长而风险大。现在巴西计划修建连通太平洋和大西洋，横向贯穿南美洲的两洋铁路，将来货物从南美洲经两洋铁路到前凯港，从前凯港再到上海，这个航运的时间
从原先的40天缩短至23天，货物运输成本将降低一半。也就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你前海港造好以后，巴拿马运河对中国来说意义已经不那么大了。说李嘉诚的和记黄埔在香港回归前，1996年中标巴拿马运河港口的运营权，多年来一直受到美国政府的压力。现在特朗普威胁要军事占领巴拿马运河，巴拿马政府都顶不住，要退出一带一路，我们不能强求一家商业公司去和美国政府对抗。你看财经网写的，和记黄埔的巴拿马运河港口业务曾受益于全球化以及中国和南美洲贸易，但现在美国推动与中国脱钩，中国早就布局了南美洲的一带一路基建，将来可完全取代巴拿马运河航线。所以巴拿马已经成了和黄的，也就是李嘉诚的负资产，也就是你肉眼可见的收益会越来越低。就像咱们很多网上这些正能量说的，咱们不要在泰国挖一条什么运河吗？你把泰国那条运河挖通了，是泰国还是哪国？总之那新加坡马六甲海峡就完蛋了，就一个意思。你现在马六甲海峡那个多繁忙，新加坡就是因为这个港口才这么发展起来的。那新加坡就特别担心你在泰国的什么挖运河，也特别担心你在什么巴基斯坦搞什么港口，这都是相当于中国的航运业务量都不从马六甲海峡走了，那新加坡还赚什么钱呢？实际上李嘉诚就是这么想的。巴拿马运河现在重要性越来越低，那边前海港一通航成本就低了很多啊，你怎么竞争呢？所以你看李嘉诚把这个43港口卖掉，这就是个商业行为，他不赚钱了。从商业角度来说，从投资者来说回避政治敏感地区，回避国别风险是资产配置的基本要求。你现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在打仗，你跑到乌克兰的投资顿涅茨克什么铁矿，你跑到卢甘斯克去挖什么稀土矿，你跑到克里米亚投资，哪有资本会这么干呢？除非是国家行为。财经网说特朗普第二任期变本加厉推动美国优先，与盟友脱钩的收缩政策将逼得加拿大、墨西哥、欧洲都要大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强大的基建能力将迎来大量合作的机会，这也会利好全球大宗商品。对于了解李嘉诚商战传奇的人来说这笔交易对他而言只是老树开新花而已。李嘉诚在1979年以蛇吞象的方式成功收购和记黄埔，合并成为长和实业。这个文章最后说，他说不管大家喜不喜欢李嘉诚，他在96岁高龄还能在中美冲突下做到全身而退，他在商业上的能力绝对配得上超人的称号。实际上很多人不理解，你要再往后拖，你这个卖的不一定能卖得掉，这不一定有人接手，即便你能卖得掉，你恐怕要疯狂的打折。因为现在在逆全球化，特朗普推动的就是反全球化，反全球化那一定会对全球的贸易这种货运量遭到压制，会减少，对吧？这是个趋势。就像现在在楼市低迷的时候，你说什么万达的王老板400多个万达他卖不掉，没人买，想卖都卖不掉，就不要说卖个好价钱。从这一点上说，这个李嘉诚非常有眼光，他不是昨天才决定卖的，应该是早就有预案，一旦特朗普上台，他就马上觉得就卖这个港口。所以你看特朗普刚当总统才50天，你想这么大一笔交易不可能说昨天开始，他的背调尽调各种资产评估价格，这笔交易时间跨度非常长，说明人家早就开始寻买家要卖这个港口，绝对不是说前天头脑一热要卖，这人家已经看到了顶点已过了，是该出手了。这个时候贝莱德财团看得上，你看无论是财经网还是大公报作为媒体，他对李嘉诚这笔交易的看法不太一样，这个很正常。但是这个你要官方转发，那味道就不一样了。这个更像是财经网对大公报的一个回应，对吧？针对大公报的这个评论，财经网做了一个回应，认为这就是个纯商业行为。李嘉诚非常高，把它卖掉不影响什么国家利益，不影响什么卡脖子。实际上我在想，咱们前不久不开了会嘛，这个又是马云又是任正非马化腾的民营企业家都去参会，本来这是给民营资本一个定心丸。民营资本定心丸是什么意思也就是你民营资本你就负责赚钱就行了，这不就是胡锡进老师说的下鸟路？你给民营资本，你给人家企业增加这么多商业之外市场之外的东西，他承受不起。如果你再这么喊，人家跑了，人真害怕，玩不过你。李嘉诚有那么的钱，投资国内，很多人骂他，说他是炒高价格，捂着盘不卖，对吧？那地10万一平米买的，现在卖50万一平米，大概就这意思吧。好，人家撤了，人惹不起你。那边也喊别让李嘉诚跑了，人家把钱搞到国外，搞到英国到处投资，不能让李嘉诚跑了。好了，人家现在把外国的资产卖掉回国，又说你看看与国家利益不顾，也就是李嘉诚做什么都是错的。总之，不管是买
买还是卖，都是坏人奸商。你说在这种环境下，怎么搞民营经济，怎么搞民营资本，对吧？这不就是夹头论调吗？这个纯粹就是商业行为。如果你国家认为这个非常有战略意义，那你中石化可以去买前开港，不就是中远航运吗？央企去投资的。你既然认为有价值、有战略意义，那就国家行为，央企过去收购。或者你认为这个港口很重要，这43个港口，你可以跟李嘉诚谈，你中石化把它买下来，或者你央企组成一个财团。如果说李嘉诚他愿意同样的价格，他愿意卖给贝莱德，他不愿意卖给央企，那是他不对。价格一样，他选择卖给美国人，那这个是他如国家利益不顾，对吧？背信忘义，这个你可以说的。所以我通过这个文章，我就发现民营经济真的是非常难，舆论的环境并不说真正的意识到你怎么去支持民营经济，让这些民营企业家放心大胆的去干，不要有什么顾虑，动不动给人家戴个汉奸卖国贼的帽子，动不能给人戴个违背国家利益，这只是一个商业行为。这不就是胡锡进老师说的下鸟论吗？咱们现在提倡这个企业出海，民营企业都要出海，像比亚迪什么的。如果你给这些企业都带上一个要这样政治义务或者其他的义务，那企业还要不要经营？企业啊，资本就是以盈利为目的，他能赚钱他就干钱，赚不了钱他就暴雷，你也管不了他，你也救不了他。暴雷的时候让人家自负盈亏，赚钱让人家要承担那种义务，这个没有道理。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公报实际上是一种高级黑。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